荷兰政府宣布2家中国海外境务副点是非法机构之后，爱尔兰外交部下令关闭都柏林市中心的中国境务副点。观察人士称，这些海外境务服务机构是中共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的一部分。据爱尔兰时报周四报道，这个叫做福州海外境务副点的机构是今年早些时候成立的，办公室设在都柏林市中心的卡佩尔街的一个写字楼，该楼都是中国人办的各种组织。人权团体保卫卫士在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，中国在海外设立的境务副点还从事一些执法任务，他们已经成功传输23万华人返回中国，有些人回去后就要接受刑事调查。在东突厥斯坦，中共当局以清零政策下采取的所谓防疫措施、压制性控制和激进行动，不仅严重伤害人民的身心健康，还破坏了农牧民的经济。在中国残酷严酷的隔离封城下，被关在家里3个月的吐鲁番人民向人民求助。据最新消息，在东突厥斯坦的伊宁市，中国当局派专人收集饿死者的尸体，但不允许维吾尔人按照习俗和宗教传统清洗和埋葬尸体。土耳其本都汽车集团 TOG 生产的第一辆汽车在布尔察国产汽车工厂举行的仪式上，由总统埃尔多安下线。据报道，已宣布这些车将量产，并在明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上市。埃尔多安在仪式上的讲话中说，我希望我们能在2013年第一个季结束时在路上看到TOG，价格将在2月公布，人们可以从2月开始预定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·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，美国对俄罗斯关于粮食协议的决定表示遗憾，呼吁俄罗斯重返协议。俄罗斯周六发布暂停参与从乌克兰港口外运产品。周六晚上，韩国首都首尔一个受欢迎的欢庆万圣节的地区发生踩踏事故，造成至少133人死亡。韩国总统尹锡悦也于今日发表谈话，指出将进入全国哀悼期。当局表示，有50多人出现心脏骤停的情况。